再來嘅預言。彼得後書第1章19節，馬太福音24章第3、第4節。有啲人話，佢話我哋咧喺50年代嘅時候聽講耶穌再嚟，但係佢而家都未嚟，咁90年代仲去講㗎嘛？弟兄姊妹，時間就到啦，我哋更加要多講，對唔對，弟兄姊妹？我哋喺呢個密鑼緊鼓嘅時候啊，就更應該嚟到咧敲響警鐘。有啲信徒咧就話，佢話我哋係注重生命，我哋唔注重知識，係冇錯，我哋要注意生命。基督徒嘅生命長大，基督徒咧要滿有豐盛嘅生命，有更豐盛嘅生命。但係聖經裏邊另一方面又講，我哋需要知識。我哋唔係講世界嘅知識，我哋講屬靈嘅知識。如果你冇屬靈嘅知識咧，你嘅生命就唔長得大。聖經有2/3係預言嘅，而有關耶穌再嚟嘅預言咧就更係重要嘅。而家我哋睇世界嘅大勢，世界嘅形勢發展，從各方面嘅睇法，我哋都知道我哋嘅主已經接近。第一點，研究預言嘅好處，喺帖撒羅尼迦前第4章嘅18節啊，叫我哋受苦嘅得着安慰。如果我哋多讀聖經嘅預言呢，雖然而家你受好多個痛苦，但係你都滿有安慰。約翰1書3章3節呢，就話俾我哋聽靈性嘅激勵。我哋研究預言，使到我哋嘅靈性激勵，叫我哋咧成為聖潔，叫我哋更加咧注重潔淨自己，生命長大。林後5章9節10節，提後4章8節。我哋如果讀預言呢，我哋得到侍奉嘅激勵。我哋如果多研究聖經嘅預言呢，就免受迷惑。特別在呢個末世嘅時候，全世界係有大迷惑出現，所以我哋應該咧多多嘅注意預言啦。我哋多注意預言呢，我哋嘅時刻警醒。彼得後書第1章19節，我哋並有先知更確嘅預言，好似乜嘢呢？如同燈照在暗處。弟兄姊妹，你行路嘅時候黑掹掹有個電手筒就唔同咯，係咪啊？弟兄姊妹，航海嘅時候黑掹掹嘅時候呢，有個燈塔又睇得亮嘅，係咪啊？如果我哋行路嘅時候行夜路呢，啱啱嗰日呢係月亮明媚嘅時候呢，嗰一晚啊，我哋又行得好好地係嘛？現在係暗世，弟兄姊妹，你話而家世界啊係黑暗呢，還是光明嘅？弟兄姊妹，全世界嚟講，對唔對啊？美國又點樣啊？一樣腐敗係嘛？係好似燈照在暗處。咁你如果唔睇預言呢，你就唔知道呢係在呢個末世嘅時候啦。世界越黑暗呢，就主耶穌越發再嚟。第二，預言的傳給人。聖經裏面講預言呢係要傳俾人嘅喎。嗱，咁我哋睇彼得後書3章2節。叫你們紀念聖先知預先所說的話，預先所講嘅話就係預言啦，係咪啊？嗱，預先所講嘅話，呢個係舊約。第二句，和主救主嘅命令，呢個係4福音，耶穌嘅命令又係耶穌嘅預言，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。呢個就係書信，啟示錄係約翰寫嘅，係咪啊？使徒所傳嘅。咁呢一節經文呢，就俾我哋見到全本聖經裏邊都充滿咗預言。舊約嘅預言講到耶穌基督呢嚟呢個世界，彌賽亞降生。舊約有預言，舊約嘅預言呢就關乎以色列，彌賽亞初嚟世界，耶穌降生嘅新約。但係應驗咗舊約嘅預言。原來舊約呢喺以賽亞第7章嘅14節就預言到耶穌係童女所生嘅。結果耶穌係咪童女生嘅？你知唔知？係應驗咗啦。喺彌迦書第5章嘅第2節呢，舊約嘅預言耶穌生喺伯利恆嘅。耶穌係咪生喺伯利恆嘅？你知唔知？係應驗咗啦。啊！舊約以賽亞53章4到6節預言到主釘十字架。咁啊，另外舊約先知呢預言古城嘅毀滅，
拿鴻書啊，第2章第8節到第3章第7節係預言到尼尼微嘅傾覆。尼尼微係亞述嘅首都，僅次於巴比倫嘅威名。巴比倫同埋馬代人呢，就加上西古提人嘅幫助呢，就嚟到呢合攻，結果呢就滅咗呢個尼尼微。但係未曾滅之前呢，先知就早就預言啦，就講定咧呢個古城要滅啦。咁後來呢就滅咗啦。巴比倫呢，喺以賽亞嘅13章嘅19節，喺主前478年啊，就被波斯王薛西所滅嘅。以西結26章第1節到21節呢，就預言到推羅啊，呢個係古腓尼基嘅首都，喺主前332年呢，就被亞歷山大所滅啦。未曾滅之前就講定咧要滅。嗱，弟兄姊妹，呢件事個案係非常嘅奇妙。4福音呢，就預言到耶穌再嚟啦。書信同埋啟示錄，大家知唔知道新約分3部分？4福音同埋呢使徒行傳可以叫做呢係歷史書。到書信呢，就係教會嘅真理，係羅馬書到猶大書。啟示錄呢係特別預言到基督再來之後嘅事。第3大點啦，請大家翻開但以理12章第4節，知識增長，直到末時，知識就增長。弟兄姊妹，而家呢科學技術合併增唔增長你知喎？啊，從來冇咁緊要嘅係咪啊？世界呢幾千年來啊，所有嘅知識啊都唔比得上呢幾十年。哇！弟兄姊妹，從第2次世界大戰到而家嗰啲知識啊飛躍。聖經早就話俾你聽，知識增長係咩時候呢？嗱，將但以理書又封閉喎，封閉到幾時候你知喎？末時，而家在末時候呢，我哋而家睇呢就比較明白啦，係咪啊？舊時你講佢都唔明白噶噃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，嗱，弟兄姊妹，必有多人來往奔跑，呢一個就特別講到末世啊，好多人啊旅遊啊。對唔對，弟兄姊妹？嗱，我翻嚟同大家講下，知識增長，過去係悠遊閒散嘅時代，而家呢就係緊張嘅時代。咁而家第一同大家講科技嘅發展，創世記嘅第4章17節，該隱生一個仔就叫以諾，就唔係亞當7世孫嗰個以諾喎。咁後來呢，就建一座城喎，弟兄姊妹，原來嗰個時候呢，都有科技嘅發展喎。佢哋都會建一座城，就改個名叫做以諾，或者可以叫做以諾城啊。20節都注意科技啦嚇，咁樣。從創世記嘅第4章呢，嗰個時候已經有科技嘅發展啦。不過嗰個時候呢，而家嚟睇呢就好簡單。但喺嗰個時候睇呢就好唔簡單㗎咯噃，弟兄姊妹係咪啊？哎呀，亞當之後該隱咁，由邊個教佢啊？邊個呢？有咩嘅發明，咩嘅創造？起座城喎，我哋而家叫我哋能夠起座城都唔簡單嘅係咪啊？當然佢哋個城就好細嘅啫，可能呢好似我哋個鄉村咁上下地啊，嗰一座城啊都好咧，嗰個時候呢算唔簡單㗎啦。咁啊到挪亞呢，大家知唔知道？第6章到第8章，挪亞咪做隻方舟嘅係咪啊？我睇幾麻煩嘅喎，如果叫你同我做隻方舟呢，都麻煩嘅喎。嗰隻方舟幾長幾闊咧？你翻去睇創世記第6章到第8章，可以見到啊，挪亞做方舟呢，又係一個大嘅科技嘅成就㗎。喺嗰個時代咧係唔簡單嘅嚇。到咗末世嘅時候呢，而家嚟講呢，但以理嘅12章嘅第4節，末時候知識增長。呢個知識增長呢，就大大嘅增長。而家啲細路仔都玩電子遊戲喎。舊時就講電子嘅嘢已經係巴閉㗎啦，兒童都玩電子遊戲。同時呢，呢個知識呢，有人翻譯做科技，或者可以講話叫做科技增長。首先談談工藝科技。而家呢，每2年就增加1倍。喺100年前呢，6個月內可以咧得聞全球嘅消息，
而家咧幾秒鐘就能夠知道全球嘅消息。大眾廣播咧，印刷啦、報紙啦、無線電啦、電視啦、廣播啦、電影啦、衛星傳播啦，但又傳播咗好多毒素，呢個麻煩啦。末世係咁樣，唔單止傳播好消息，又傳播咗好多毒素，引人犯罪嘅。有人話喎，佢話將來冇幾耐呢，嗰啲電話啊，你一拎起個話筒，一打電話就睇到對方嘅喎。巴閉唔巴閉你知喎？好似睇電視咁睇喎，一拎起就我要打俾我阿叔，阿叔就喺度啦。咁呢個科技咧就發展到好緊要啊！藥物嚟講咧，而家咧就所用嘅藥物啊，70%係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發展嘅。到1990年嘅時候咧，90%都係80年代所發明嘅。嗱，講交通啦，弟兄姊妹，因為點解咧？但以理書嘅12章話，多人來往奔跑，記唔記得呢句説話？來往奔跑，呢個就係講交通嘅事業、旅遊事業。弟兄姊妹，而家旅遊緊唔緊張啊？發展唔發展啊？好發展啊！旅遊或者可以講旅遊業咧，有人話叫做無煙工廠。但以理書第12章嘅第4節啊，嗰一節經文咧，特別係講到耶穌返到空中地上7年災難嘅情況。嗰個時候仲多人來往奔跑，但係而家咧有個影子啦。現在咧睇見咧喺世界上嗰啲嘅旅遊業啊，發展到咧不得了啊！所以我哋覺得係好稀奇。我哋講船隻，保羅嘅時候嗰啲船隻咧，同埋哥倫布嘅時候咧差唔多啫喎。嗱，保羅至到哥倫布咧大概1500年，嗰啲船隻冇乜發展，木船。但係後來咧，近來咧，呢啲船隻緊要啦。現在咧，金屬嘅船隻啊，仲有啲潛水艇可以潛1年咁耐喺個水底都唔怕嘅咁啊。我大家唔需要多講啦嚇。船隻嘅發展，汽車啦、火車啦、高級快速公路啦，呢個發展好緊要啊。70年代超級噴氣飛機啊大量問世，喺聖經裏邊有冇講汽車咧？有冇講飛機呢？我哋翻一翻好唔好？大家話係咪真係有㗎咁啊？我哋睇下拿鴻書第2章第3節第4節，知啊？係咪汽車？拿鴻書嘅時候冇汽車㗎嘛？點解會講到咁樣咧？急跑、閃電咁，大家有冇睇見啲車上身嘅時候？你真係小心喎，咪俾嗰啲摩托車上就一碰埋你就麻煩㗎啦，係咪啊？以賽亞11章14節，他們要向西飛，人又點飛啊？係咪坐飛機定點啊？預言飛機嗰啲字經文啊？以賽亞書咧講到將來咧，人係可以坐飛機向嗰啲非利士人撲過去，係咪啊？一同咧擄東方人伸手按住以東同埋摩押，亞捫人亦必順服他們。冇飛機就唔得㗎嘛，弟兄姊妹係咪？人點飛喎？人就飛唔上啊！呢個係預言飛機，參考詩篇嘅55篇第6節，又係咧講飛機咁嘅樣嘅。約珥第2章4節到第11節，就係好似日本嚟嘅時候飛機咧嚟轟炸嘅時候咧逃難走飛機咁嘅情況。呢啲係預言嚟㗎喎，弟兄姊妹。當時約珥就冇呢個嘅境況，嗰時冇飛機㗎嘛，係咪啊？點會講到啲咁嘅情況咧？牛頓咧，佢有3大定律㗎嘛。牛頓就信耶穌喎，大家知唔知道？牛頓咧讀咗但以理12章第4節啊，多人來往奔跑，佢就話啦，佢話我相信啊，我嘅3大定律有一日會使到人類嘅科技飛躍。嗰個時候嘅人咧，每一個鐘頭可以旅遊60公里咁。佢預言啫喎，當時冇嘅情況喎。咁後來佢一個朋友就笑佢：呢個真係傻基督徒啦咁啊！個人可以旅遊60公里1個鐘頭，個人就窒息㗎啦嘛，唔得㗎嘛，心臟就停止㗎嘛。你呢個牛頓啊，真係傻瓜傻到咁樣㗎，笑佢噃。弟兄姊妹，而家幾多啊？到1960年啊，
飛機可以飛2、3千公里。仲有啊，太空人呢，每個小時飛行28000公里。有冇窒息啊啲人啊？心臟有冇停止啊？冇。嗱，牛頓呢讀咗但以理書12章第4節，就知道末時候知識增長。牛頓都唔敢想到話呢，太空人能夠飛上天呢，能夠喺1個小時28000公里嘅。佢只不過話將來嘅人能夠呢旅遊60公里1個小時呢，就了不起嘅。佢嗰個朋友係科學家嚟啲，嗰個科學家就話呢個叫做傻基督徒咁啊，頂唔少。從來沒有咁多個旅遊業嘅，多人來往啊嘛，奔跑嘛，從來冇咁多旅遊業嘅。1980年全世界有2億5千萬旅遊者，1986年底就3億7千萬，單係香港呢3800萬，到深圳旅遊每年呢超過1000萬。現在係進入太空嘅時代科技發展好緊要，知識增長。1988年，日本籌建月球城，哇！整一個月球城可以容10萬人嘅宇宙城。呢個1988年，美國同日本嘅科技係飛躍嘅發展。佢話金星同地球有好多類似嘅地方。咁啊提出咧大規模改造金星，使金星咧成為人類生存嘅第2個地球。1912年9月20日建成舉世無雙嘅海底村，離紅海蘇丹港呢冇幾遠，喺海底下13.7米。呢啲係即係科技嘅發展啦，一般嚇。咁啊，另外仲有一個就係1月22號嘅參考消息，新型嘅飛艇將會出現，因為有一個叫做克勞斯克根洛克佢喺領導下，佢咧帶領一班人咧，佢話提倡佢對德國費迪南德馮齊柏林，大家知道發明飛機嘅齊柏林係嘛？咁啊，佢話佢嗰啲飛艇咧緊要，而家咧準備發明嗰啲咧更緊要嘅21世紀嘅飛艇。第一艘係可以從1997年開始就飛上藍天。呢一艘嘅飛艇，新型嘅飛艇，長就68米，可以坐14個人。最初只能夠用於咧科學嘅研究同埋咧旅遊。第二艘嘅飛艇咧就長110米，可以載86個人，計劃用於旅遊嘅。1972年12月，阿波羅11號登月球旅行。大家知道咧，第一次登月球呢個係一個飛躍係咪啊？人舊時想都唔想到會登月球噶嘛。咁呢個係科技嘅大發展。無人駕駛宇宙飛船發射成功。頭先我講嗰個呢，都仲係話有人駕駛，又坐幾多人喺裏邊。現在呢，又俾我哋見到無人駕駛宇宙飛船就發射成功。舊時睇見有無人駕駛飛機，都係小型嘅喺空間；無人駕駛汽車呢個係小型嘅。無人駕駛飛船一直到達空間裏邊好遠嘅地方，呢個係唔簡單嘅喎。咁你估幾時發明嘅呢？請大家聽住啊！1994年1月25日上午8點34分，美國發射一枚叫做大力神 E-G 火箭，將克萊門坦1號航天器從加利福尼亞州嘅范登堡空軍基地嗰度發射上空，一路咧都係正常就2月20日咧就抵達月球。美國嘅航天局咧就獲得空前嘅詳細月球地質同埋地形圖，以及預計喺8月31飛經一顆名叫地理嘅近地小行星1620，叫做 Geographer， 在距離小行星嘅120公里嘅範圍裏進行探測工作。
嗱，呢啲都係飛躍嘅發展嚟嘅。由於採用輕金屬嘅塑料，佢僅係咧424公斤重啫，長咧就1.9米，闊咧就1.14米，造價咧就5500萬美元。頭先我哋睇過但以理書12章嘅第4節，係講到多人來往奔跑，知識增長。呢個在科技嘅方面啦，在旅遊業嘅方面啦，弟兄姊妹，你話而家睇見咧呢啲咁嘅科技嘅發展啊，旅遊業嘅發展啊，係唔係末時啊？弟兄姊妹應該係講末時咯喎。所以但以理書咧就書封閉隱藏，直到末時，多人來往奔跑，知識增長。但係大家記唔記得仲有幾個字仔？切心研究。你記唔記得頭先我哋同大家讀嘅但以理12章第4節啊？切心研究。原來嗰度咧唔單止講科技，唔單止講旅遊業。有人話喎，嗰個旅遊咧都幾辛苦嘅噃。大家唔知旅遊過未啊？旅遊過咧有時咧瞓覺都唔夠嘅，好疲倦嘅咁啊。佢話而家嚟講咧，但以理書12章嘅第4節啊，嗰幾個字仔啊，切心研究係講預言嘅知識。原來講聖經嘅預言嗰種嘅知識，就唔一定講世界科技嘅知識。世界嘅科技嘅知識係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咧就係預言嘅知識。弟兄姊妹，點解在末世嘅時候咁多人講耶穌再嚟，嗰個預言嘅知識增長啊？睇翻彼後3章18節，大家話保羅講喎，知識叫人自高自大喎，我哋唔愛知識，我哋愛生命。你長大都要知識，不過你唔好咧自驕自傲，唔好停喺知識。知識俾你係叫你增長，叫你長大。每一個基督徒有咗屬靈嘅知識，你就要生命長大。如果你唔長大嘅，咁就當然係咁，你有知識就冇用，係咁解啫。彼得係一個冇知識嘅人，特別提到要喺恩典同埋知識上長進。呢個係聖經嘅知識、屬靈嘅知識、預言嘅知識。保羅知識多，所以就話知識係叫人自高自大。保羅都有哥羅西第3章第10節咧，喺知識上漸漸更新。預言係俾我哋有知識，使到我哋明白神創造嘅計劃。每時代咧所成就嘅事，預言咧又要俾我哋知道魔鬼嘅工作。因為在末世嘅時候，魔鬼猖狂到不得了，因為佢知道時間無多啦，佢就嚟要去無底坑噶啦。所以咧喺呢個世界上大嚟到迷惑人，搞到咧呢個世界混亂，又搞到咧教會裏邊不冷也不熱，又搞到有啲人咧過分熱心就走咗去咧嗰啲異端。弟兄姊妹，魔鬼嘅工作，所以我哋要研究預言咯。如果我哋冇預言嘅知識咧，又會上當嘅，對唔對？弟兄姊妹，魔鬼喺世界做工作，又喺教會做工作喎。魔鬼喺教會做工作嘅喎，喺教會搞到咧啲人迷惑啊！而家有啲人提倡話，全世界教會聯合起嚟，甚至乎連天主教都聯埋起嚟，有啲人連和尚師傅都聯埋起嚟，啱唔啱啊？弟兄姊妹，唔啱。普世教會要我哋認識呢個係危險嘅啊！啟示錄比但以理更詳細講未來嘅預言。腓立比第1章第9到11節咧，保羅都要講知識嘅都講嘅屬靈嘅知識。咁不過我哋咧有知識咧就要生命長大。如果我哋有知識咧，我哋唔生命長大，一味咧自驕自傲咧，咁啊倒不如冇知識好，係咁解嘅啫。實在不能夠唔要屬靈嘅知識。有好多基督徒沒有屬靈嘅知識啊，結果就咧走入異端，聽人講呢樣又似，嗰樣又似，咁咧就受迷惑啦，受咗魔鬼嘅迷惑。咁我哋要分辨唔好隨私意解説。大家睇彼得後書第1章20、21節，有啲人解得亂解24喎，有啲人話耶穌已經嚟咗啦咁啊，嗰個咧天國在人喺人嘅心裏邊啊，咁即係話而家我哋裏邊咧有耶穌，咁就係耶穌再嚟啦，啱唔啱啊？你知唔知？唔係咁解喎，耶穌喺我哋嘅心係一回事喎，耶穌仲要親自從天上降臨嘅喎。耶穌升天嘅時候，天使咪話俾個班門徒聽，
你哋睇下佢怎樣往天上去，仲要點樣啊？怎樣翻嚟嘅喎？耶穌帶身體上去嘅喎，將來要帶身體翻嚟嘅喎。你唔好以為而家我信耶穌，有耶穌喺我裏邊，耶穌咪再嚟咗咯，仲等咩耶穌再嚟啊？咁啊危險喎，弟兄姊妹。如果你唔係咁樣解釋，就叫做隨私意解釋，唔好啊！不有隨私意解釋，因為預言咧從來冇出於人意嘅，乃係人被聖靈感動，説出神嘅話嚟。嗱，呢個係要分別。聖經有預言，撒旦都有預言嘅喎。你唔好以為魔鬼冇喎，魔鬼比你同我知得多，因為佢係靈界，我哋仲有身體包住。咁我哋大家知道要分別，因為魔鬼比我哋知得更多。唔知大家有冇買咗嗰本書，叫做《1999》，有冇睇過？嗰本書咧，佢叫做咩咧？諾查丹馬斯大預言，佢生喺法國嘅。呢一本書咧就係日本人伍島勉寫嘅。書中裏邊有好多預言，有啲應驗，有啲冇應驗。特別最收尾講到話，1999年7月，人類就會遭毀滅，嚇到有啲人咧就驚到不得了。佢話：哎呀，個1999年嗰本書係乜嘢㗎？有啲應驗嘅喎咁啊！我話咧，魔鬼都知道㗎，魔鬼都知道未來嘅事比你同我知得多嘅。佢係偷聖經嘅預言啊，有好多引聖經嘅，但佢唔信耶穌喎。嗱，啲人唔信耶穌喎，能夠用聖經嘅預言，魔鬼會喺佢嘅身上做工作。你唔好信1999，唔好跟從假先知。原來而家教會裏邊有啲人話我係先知咁啊！哎呀，麻煩啦，弟兄姊妹。新約啊，聖經裏邊新約咧唔再有舊約嘅講預言嘅先知。哥林多前書裏邊只有嗰啲咧講道嘅先知，先知講道咁解啫。有一個姊妹話俾我聽，佢個親戚成日都歡喜嚟聚會，好歡喜聽我哋喺度講道。佢話後來跟咗一個人喎，嗰人咧就叫做先知嘅。哎呀，而家就迷到不得了。原來咧係乜嘢人咧？我介紹俾大家聽。香港新約教會，大家聽見呢個名就似乎咧好啦。其實新約教會係異端嚟，好多嘅異端咧都用好嘅名稱嘅喎。耶和華見證人咁，呢耶和華咁叫自己好係咪啊？見證人幾好，佢用到嗰個係異端嚟嘅。新約教會係異端嚟嘅。原來有一個叫做江端儀，呢個江端儀咧就係創辦嗰個新約教會，係女人嚟嘅。佢咧一味強調祈禱醫病得啦，唔使食藥嘅就好翻。結果呢個江端儀咧就生舌癌死嘅。1976年咧就被揭穿之後，咁咪由一個叫做洪以利亞代替起嚟，就迷惑多人。呢個洪以利亞咧，佢話佢係一個先知。佢話你知唔知道啊？喺馬拉基第4章第5節講，以利亞仲要嚟。佢話我就係嗰個啦咁啊！你信唔信你呢個？你唔好信佢喎。佢話咧，而家我就嚟啦，我姓洪嘅。佢咧就叫做洪以利亞，係香港新約教會㗎。下邊引用佢哋所講嘅話，大家聽下。1989年元旦，列國先知洪以利亞喺錫安山上奉神嘅名宣告神諭。1989年神國文告咁啊！哎呀，你聽下就麻煩啦。嗱，下邊咧我讀俾大家聽。1989神國開元，人國結束，金銀銅鐵，半鐵就半泥，徹底粉碎。新約教會，錫安聖山，充滿天下，基督王國，宇宙共和，永存無極。佢話喎，佢話以色列嗰個錫安山啊，而家搬到去台灣啊！你唔好聽佢講你呢啲，因為點解咧？耶穌基督將來翻嚟啊，要腳踏橄欖山，近住錫安山嘅地方啊！佢係喺台灣啊，搬咗去嗰個地方啦。佢話：弟兄姊妹，嗰個城能唔能夠搬得啊？啊，廣州搬唔搬得去香港嘅弟兄姊妹？咁樣嚟欺騙，所以好多人話：哦，去錫安山就喺台灣啦。咁呢個係迷惑人㗎。嗱，大家要明白，佢叫好多信徒喺台灣嘅錫安山等候主嚟。又話啦，佢話看啊，佢話咧蘇聯嘅頭子、美國嘅總統、聯合國嘅秘書長、天主教嘅教皇，都唔係和平使者，
只有係紅以利亞就係咧靈恩佈道團裏邊嘅和平大使、和平特使。弟兄姊妹，呢個係咪異端啊？嗱，記住啦，香港新約教會個名好聽喎，新約教會都係聖經係嘛？但係呢個名稱咧已經被江端儀咧搞彎咗啦。咁香港咧就揭穿咗佢哋，揭穿之後咧就由紅以利亞代替，係咁樣嚟嘅。唔知點解嚟咗國內喎？喺國內咧咁啊有個姊妹喺中大嚟揾我嘅，唔知今日有冇嚟到？我叫今日嚟，我哋快嚟聽啦。嗰個姊妹就話俾你聽：喂呀，我親戚啊，舊時好多人聽喎，結果咧聽到嗰個紅以利亞咧就跟咗個紅以利亞沉迷咗啦。大迷惑啊，弟兄姊妹！如果你聖經冇根基嘅，受大迷惑啊，好危險㗎。我哋冇跟嗰啲。其實啊，耶穌話以利亞已經嚟咗，就係指到施浸約翰，對唔對，弟兄姊妹？仲有個以利亞仲要嚟咧，就係啟示錄嘅11章有兩個，嗰兩個係乜嘢人嚟嘅咧？一個係摩西，一個係以利亞。耶穌嘅時候，施浸約翰係初型嘅應驗，最後咧就耶穌再嚟之後，地上7年災難嗰個時候啊，就要有呢個以利亞以利亞再嚟。咁啊，末世有好多咧假冒嘅冒名嘅，就話我就係以利亞啦，我就係邊個啦，我係邊個先知啦。耶穌基督喺馬太24章嘅11節、23、24節，佢話將來有好多人冒我嘅名嚟，話我係基督，就要迷惑許多人，又顯大神蹟、大奇事，甚至連選民都被迷惑。選民係猶太人，咁我哋借用教會，我哋唔好以為話我哋好穩陣。每一個基督徒，如果你唔好好地研究預言嘅知識，你會受迷惑。如果你受咗迷惑之後咧，你哋好難出嚟添，危險啊！弟兄姊妹啊，所以話咧，我哋一定要注意到末世有大迷惑。以後同大家再強調。咁大家話喎，佢又行神蹟喎，神蹟呢個咧，除咗神之外，鬼都可以行嘅。喺啟示錄嗰個像都能夠講話嘅，死人可以復活嘅，呢個唔係出於神。原來聖經裏邊講末世有兩種嘅，一種係出於神嘅神蹟，一種係出於撒旦嘅。所以咧一定要分別點樣係出於神嘅，點樣係出於撒旦嘅啊！咁我哋解聖經嘅預言咧，要按照字面嚟解，唔好淨按靈意喎，要按字面嚟解。耶穌基督第一次嚟世界係按照字面解。耶穌第二次降臨又要按字面解，預言咧又有雙子性，小嘅應驗、大嘅應驗、近嘅應驗、遠嘅應驗。第四大部分，基督再來嘅兩個階段，大家知唔知道？耶穌基督要降臨喺舊約預言、新約預言，耶穌再嚟係咪一直嚟到地下嘅？唔係啦，我同大家講過啦。咁今日同大家查一查聖經好唔好？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16、17節，耶穌基督嚟到邊度？空中。我哋要提到邊度？空中。空中呢個字喺希臘原文有兩個字，有一個字咧就係講到4000公尺高嘅。有一個字咧就講4000公尺以外嘅，呢度保羅用嗰個字咧係4000公尺以內嘅，亦即係話耶穌翻到空中咧就翻到4000公尺度啫。咁我哋被提咧又係提到4000公尺度嘅啫，真係唔係好高嘅喎。有雲嘅，睇到未？被提到雲裏，大家睇唔睇個雲字啊？有4000公尺得好近嘅啫喎，飛機可以飛得到喎。高射炮打到嘅喎，大家話咪好危險嘅嘛？危唔危險啊？唔危。我哋復活咗嘅嘛，復活咗之後呢個靈體啊，仲可唔可以俾飛機打跌係咪啊？打唔跌嘅。我哋能夠被提到空中嘅咧，喺4000公尺咁高。點解神唔俾我哋高啲咁多啊？唔好俾個飛機就飛到撞埋我哋啊！唔好俾高射炮打到我哋咪好。神又俾我哋係低啲咁多，低啲點咧？世界一切嘅嘢啊，我哋再睇下佢點搞法。弟兄姊妹，好唔好？我哋唔會經過7年災難，但係我哋知道，我哋睇到啊。咁我哋咧明白咧，耶穌翻嚟嘅空中咧係第一個階段，係4000公尺高嘅。復活與被提
先咧就復活喎，大家知唔知道？嗱睇啦，所有在基督裏邊睡了嘅人必先復活。啊，舊約嘅就唔講，就個在基督裏睡了嘅必先復活。從咧教會使徒行傳第2章，大家記唔記得？立教會係嘛？開手一直到而家，如果耶穌今日翻嚟嘅話，咁咧嗰啲人咧先翻生。嗱，嗰啲係喺地裏邊嘅，所有信耶穌嘅先翻生。咁我哋咧以後那活着還存留嘅，就必和他們一同，睇到未弟兄姊妹？一同被提到雲裏，在空中與主相遇。耶穌翻到空中咧，就有兩件事，大家記唔記得？第一件審判，第二咧係羔羊分除，就係耶穌同教會結婚。空中受審之後，如果你有唔乾淨嘅，有啲失敗嘅，喺空中外邊雲外邊受一啲嘅苦，嚟到練乾淨你咧，然後就同耶穌一同結婚。空中嘅婚宴，我哋大家有份，係羔羊分除。咁而家同大家講地上7年災難啦。嗱，呢個世界咁嘅喎，耶穌翻嚟之後，我哋被提，地上仲有7年嘅喎，7年災難。頭3年半叫咩啊？災難嘅起頭。後3年半咧？大災難。咁呢7年啊，7年嘅災難係根據邊度咧？但以理9章24到27節，過咗咧69個7啦，483年。喺歷史上，從咧以色列人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開始，直到有受膏骨耶穌嘅十字架，嗰個按照以色列猶太人嘅日曆係483年，係為以色列民嘅。最後呢有7年停咗啦，因為以色列人分散天下，而家回國啊，將來呢係7年災難。睇住教會被提之後，就續翻個7年，因為70個7都係為以色列民嘅，為你和你本國24節，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。但以理係咪以色列啊？弟兄姊妹，唔係我哋嘅喎，70個7都係以色列民嘅喎。咁69個咧，既然係為以色列民咧，收尾嗰個咧都係為以色列嘅。咁咧睇27節啦，17之內頭3年半，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，敵基督要同好多人，特別以色列民嚟立7年和平條約。呢個係未嚟嚇。17之半後3年半，你睇下收尾個7年啊，就將佢分咗兩半，頭3年半叫做17之內，後3年半叫做17之半。他必使祭祀供獻止息，那行毀壞可憎嘅如飛而來，嗰個敵基督咧嚟啦。呢個咧就係咁嚟嘅。7年頭3年半咧嘅災難係點樣嘅呢？啟示錄第6章，啟示錄啊，7號7碗3類嘅災。啟示錄第6章印7個印啊，每揭一個印有一個災。呢個係頭3年半嘅。咁頭3年半咧就有2類。第一類7印嘅災，第6章。第二類咧7個號筒，天使吹一個號筒，天上就降一個災，吹一個號筒又降一個災。呢個咧就係第8章到第9章，同埋11章15到第19節。點解我將佢2類嘅災咧擺在頭3年半咧？有啲朋友或者會話：咁你將7個號筒擺在後邊3年半得唔得咧？啊，嗱睇到3種噶嘛。如果係4類咧，咁啊每邊2類咧啱啦。3年半頭2種，後3年半2，佢3類嘅。3類點解要將頭2類擺在頭3年半，後1類就擺在收尾咧？嗱，有一個原則。好有意思嘅，原來7個印，4個一堆，4個印，2個1個咁嘅，4加2加1嘅。睇翻第6章第1節，第一個印，一揭一個印嘅時候，就有一個活物出嚟，每揭一個印有一個活物出嚟，但係第5個印就冇喎。
第6個有冇？第9節，第6個印12節，有冇講活物啊？嗱，所以話咧，頭4個係一堆，揭一個印有一個活物出嚟，揭一個印有一個活物出嚟。頭4個有活物，第5、第6冇喎。咁啊，第7個咧，隔咗第7章喎。啊，嗱，第6個完咗就隔咗第7章，到第8章第1節，羔羊揭開第7印嘅時候，咧係啦，同弟兄姊妹。所以話咧，分開4個一堆，2個一堆，一個咁就唔叫做堆係嘛？不過你點啊？咪點叫啊？一個嚇，4、2、1。好，睇7個號筒啦。第8章7支號筒，4個號筒有一堆。第5、第6咧就喺第9章喎。第5、第6係另外分開喎。第8章嘅13節啊，3位天使要吹其餘嘅號。第13節下面嗰度啊，你們住在地上嘅民，禍哉禍哉禍哉！收尾3支號咧都係禍哉啊嘛，但係另外一堆啦。嗱，頭4個完咗之後就宣告後邊3個，咁後邊3個咧，第9章咧就講咗2個啫嘛。嚟睇第9章第1節、第13節，咁啊然後咧就走到第幾咧？走到11章15節，7個印係咁樣，4、2、1，7個號筒又係咁樣，4、2、1，4支號筒隔開，然後咧第5、第6咧第9章，然後咧又隔開第10章就第7支號。原來頭7個印係分開4、2、1，7個個號筒4、2、1。所以係類似嘅，都係4、2、1、4、2、1。但係後來7個碗就唔係啦喎，收尾嘅7個碗就唔係分開4個一堆、2個一堆、1個一堆咯喎，即倒一個又一個，倒一個又一個，倒。你睇你怕唔怕？大災難！呢個大災難係點大法啊？頭3年半仲有啲喎，4個，唉，歇一歇啦，太辛苦啦，係咪啊？歇一歇啦。好，等陣又嚟2個咧，加格啦，又嚟1個，咁呢個係7個人，7個號筒嘅災咧4個，好啦又加格啦，又嚟2個，又加格啦，又嚟1個，後來3年半咧7個碗一直倒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、5個、6個、7個，大唔大頂添啊？所以我話要把呢幾個碗係放在後3年半。頭2個咧係相同嘅，4、2、1、4、2、1，隔下，好有趣㗎，又好深奧嘅。咁而家我哋唔得閒講，就講到耶穌翻嚟地上7年嘅災難。我好感謝神，好彩我哋真信耶穌嘅唔使受嗰7年災難。嗱，今日我唔知邊個搞信耶穌嘅喎。如果你搞信耶穌，你實受喎。你想唔想受啊？弟兄姊妹，唔好講下後來嘅3年半啦，頭3年半都唔得了，後3年半就更加唔使講啊！咁啊呢個咧就係7年嘅災難。7年災難完咗之後咧，耶穌同埋教會啊，就喺空中結完婚啊，就降到地下啦。喺哥羅西第3章第4節，基督嘅顯現，基督降臨咧就降到空中，顯現咧就降到地下。嗱，呢個係第2個階段，帶着千萬嘅天使嚟到顯現。帖撒羅尼迦後書第1章第7節，撒迦利亞書14章第4節咧。耶穌降到橄欖山嘅時候咧，一個大嘅山谷裂為2半。咁呢個咧第2個階段。耶穌在乜嘢時候降到空中呢？耶穌基督啊，再嚟第1個階段降到空中，喺乜嘢時候？正在門口了。入咗幾道門唔知道，仲有幾多道門唔知道，但係總唔會多。耶穌基督就要降臨啦，就要咧降到空中啦啊！咁喺呢個馬太24章嘅36節咧，耶穌話：沒有人知道，記住啊，沒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時辰，冇人知道。好似挪亞進入方舟以前，冇人知道幾時候，只不過後來咧洪水將近嗰個時候咧就話仲有7天，嗰個時候就知道啦啊！所以凡係提親日期嘅咧，你都唔好信。
記住，弟兄姊妹，如果話俾你聽幾時幾日耶穌要降到空中，你去山上等，你千萬唔好信。凡有日期提出嘅，你唔好信。美國浸信會牧師叫做威廉米勒爾，佢後來咧就創辦一個基督復臨安息日會。嗱，而家都有喎，廣州都有喎，守禮拜六嘅安息日會，守律法嘅。佢喺1831年講，佢話基督要在1843年到1844年降臨。弟兄姊妹，安息日會話1843，而家幾多啊？1994㗎嘛。佢話1843到1844年，基督就降臨啦。提呢個日期啊，係唔對嘅，千萬唔好聽。結果咧，呢個時間過咗啦。另外咧，喺英倫赫佛報紙登，佢話1968年12月11日星期三正午就係世界末日嘅時分咁。1968過咗未？過咗，提真時間都唔啱。最近河南省有啲人着白衫上山嚟到等基督再來。佢話咧，基督要喺某年某月某日要翻嚟，提親日期嘅你唔好去。仲有咧有一個人自稱話而家係神嘅先知，佢話宣告禁食30日，尋求神嘅啟示。佢話得知道主耶穌喺1992年秋天就要翻嚟。而家幾多啊？你哋喂？94。韓國有一位15歲嘅叫做 Bang Ek，佢話耶穌喺1992年10月28日就要再嚟。呢個又過咗啦。大概個幾月之前，有一個姊妹喺美國嚟嘅，佢就俾我一本英文書。佢話嗰本書咧就叫做1994嘅。嗰本書咧就係紐約 Harold Camping 寫嘅一本書。佢話呢本書好好嘅，好多證據嘅。佢話證明1994年耶穌就要再嚟啦咁啊，好唔好聽啊？唔好，提親日期都唔好啊！聖經裏面俾我哋見到邊一個人講時間都唔啱，但係我哋知道耶穌翻嚟係近，對唔對啊？近咧就耶穌話那日子那時辰就冇人知道，連天上嘅使者都唔知道，子也不知道。有人話喎，佢話耶穌話佢唔知道啫，而家佢知道㗎啦。有人仲話喎，佢話舊時話唔知啫，但係最近神就啟示俾我聽啊嘛，所以我就知咗，我話俾你聽咯。你好唔好信你先喎？唔好信啊！千萬唔好信。所以話咧，日子提到就唔好信。主耶穌再嚟到空中，如果耶穌聽日嚟到空中，咁就知道仲有7年。大家記住啊！如果耶穌嚟到空中，把我哋接上空中之後，地上就可以計7年，對唔對啊？如果耶穌未到空中嘅時候，你唔好計幾多年啊！不過係近啦，近啦，我哋只能夠可以計算嘛，近啦，近到邊一年、邊一月、邊一日，我哋都唔知啊！求主幫助我哋，唔知道有好處咯，叫你去警醒。等候我哋嘅主再嚟啊！願神賜福俾我哋。